2022年日產 E-Power Highway Star VIP 版，即係貴版啦。咁啊，雙電趟門，咁就啲架咧就特別啲。N 展就愛嚟發電嘅，就唔係愛嚟行車嘅。咁啊，架車本身咧就全電動嘅。好，着一着睇睇先。而家呢架咧就行咗2萬零公里，香港行貨。咁啊，恒溫冷氣啦，啊360度泊車鏡頭啦。嗱，佢呢架都有 Sport Mode 揀嘅，都好力嘅。好，睇睇後邊先，雙遙控電趟門啦，原廠皮位啦，啊呢架又好新淨噶啦，黑色座位，襟睇襟污糟，車尾都係啦，揭背車尾。凳後排咧可以泊得低嘅，呢啲如果你係慳油代步咧就最啱啦。N 展俾1200cc 高個排費嘅啫，經濟實惠又慳油又實用，全原裝，原廠行貨零手。我條片後邊咧都有我嘅聯絡方式，咁啊直接揾我試車都得嘅。關注汽車生活，精明揀汽車，生活更自如。